英国古早时，毋是大家逐户拢有冰箱的年代，生菜咸、敖咸才是上好保存食面的方式。规年冬天拢会当配饭食。即马台北就有博物馆当咧办展览，展出英国真史上，毋过即马煞罕你看的翁仔工艺师小解菜咸的传统知识。古早时咧卖菜咸的本单展出伫现场，也有各款无同的翁仔拢摆出来。翁仔身甲口的大小分别，拢有无同的用途，用来试无同的物件。我们在腌酱菜的时候，早期他们可能要进到那个陶缸里面去采，或者是要压大石头，所以它的口径要比较大一点。红糟类的一个酱品的话呢，它的口径要比较小一点点，那希望它的酱菜可以比较容易的一个保存。更较特别的，也有这个号做盐漏的翁仔，是用来制盐的工具。那盐漏呢，它就是一个小型的制盐，就是当你把水放进去之后呢，它下面其实它是没有上釉的，所以它水会慢慢的渗出来。那渗出来之后，它的盐的结晶就会留在上面的这一个地方。除了大家较熟悉英国啊、泡泡机等等，各地头因为在地特产，也有发展出无同的特色菜咸。例如说，像是南投的竹山产非常多的竹笋，那剩余的竹笋怎么办呢？他们就把它作为醋酸的一个竹笋，那或者是冬天到了云林口湖的乌鱼子，它其实也是一种腌制的一个物品。台北迪化2007博物馆展出以菜咸为主题的展览，让民众认捌日常咧食菜咸内底其实有真侪学问。官方讲，透过即摆展览，让大家了解古早时的人透过生菜咸来保守食材的智慧甲精神。记者郭文良、李文凯台北报道。